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動漫電玩節嘅會場呢度啊！雖然咧打完8號風，但係見到好多朋友咧已經咧即刻咧係嚟到我哋呢個動漫電玩節嘅主舞台嘅前面啊！因為咧馬上咧將會舉行咧2016動漫 cosplay 大賽嘅總決賽，或者藉住呢個時候咧，再一次呼籲現場嘅朋友啦，我見到有啲咧可能擺緊嘢嘅，或者可以暫時停低你哋嘅步伐啦，嚟到主舞台呢度啦，因為咧馬上我哋就會舉行動漫 cosplay 大賽嘅總決賽㗎啦。咁當然啦，我哋每年夏天咧，年青人嘅主打節目啊，梗係嚟到我哋動漫電玩節呢度啦。因為呢度咧有齊中港台日韓嘅動漫啊、模型啊、玩具啊、手板啊等等之外咧，當然咧仲有唔少得我哋嘅重頭戲啊，就係動漫 cosplay 大賽啦。咁啊經過咗一輪嘅初賽啦同埋複賽之後啦，咁啊終於就係選出咗10隊嘅參賽組合咧，進行我哋1連5日喺動漫電玩節呢度進行嘅總決賽㗎。咁啊之前咧經過咗4日嘅比賽之後啦，今日咧可以話係最緊張同埋咧最關鍵嘅時刻啊！咁啊頭先大家知道啦，打風啊嘛，咁啊打風之後咧，啲參賽者咧又要趕時間咧入嚟我哋會場呢度啦。頭先咧我半個鐘頭前到去到後台睇佢哋，其實好多都係真係裙拉褲甩，個妝都未化完，非常之緊張。咁所以一陣間咧，大家要俾多啲掌聲我哋嘅參賽者，因為今日咧個準備時間好短，所以有一陣間精彩演出嘅話，大家要值得咧俾多啲掌聲佢哋啊嚇。不過呢個時候咧，我想先為大家介紹咧，為我哋今日咧進行評審嘅幾位嘉賓先啦嚇。佢哋包括咗有香港動漫畫聯會理事、天下出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馬淑珠小姐，另外有香港動漫畫聯會理事、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鄧永雄先生，創天綜合同人際顧問葉錦龍先生，同埋香港嘅資深 cosplayer 黃少麟小姐阿優。咁啊幾位評判咧都係趕住咧入場咧係擔任今日嘅評審嘅工作。再一次咧多謝4位嘅評判。咁啊4位評判咧將會按照10隊參賽者嘅現場表現啦、服裝啦、難度啦同埋合拍性咧嚟比分㗎噃。好啦，講咗咁耐，我亦都見到咧觀眾咧慢慢亦都嚟到我哋主舞台嘅前面呢度。不過呢個時候，我想聽聽大家嘅聲音，聽聽你哋支持我哋參賽者嘅一啲鼓勵性嘅掌聲，可唔可以俾我聽下先啊？好似大家未 warm up 喎，係咪俾個風打散咗啲啊？可唔可以俾多啲熱烈啲嘅掌聲，大聲啲鼓勵我哋10隊嘅參賽者，好唔好？咁啊差唔多。好啦，事不宜遲啦，馬上咧介紹第1隊嘅參賽隊伍啊！佢哋嘅名字係蔡月如同埋吉泳兒，所扮演嘅角色唔需要多作介紹，就係高達同埋紅彗星。
嘅新裝備的確唔錯。俾啲掌聲，1號嘅參賽組合蔡月如同埋吉泳兒。咁之前咧都有同呢一隊嘅參賽組合咧傾過偈啦，我都問下佢哋，咦其實咧高達咧以往都好多參賽者咧就係都扮演過嘅喎，咁今次你哋呢個高達同